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呀礼拜嘅拜六礼拜大家上好，我是中马街莫诺。阿群妹我来推荐大家一个清好教又清香酥的素菜，做得本大家糖到冻到好糖的盐糕。清香酥韩国含有湿湿做得好好料，韩国做得了解呀，新做菜体的 Q 上嘅风景。生来也将发通很马街有那条精彩的素菜喏。先来细细嘅分享，今日节目底度有请到的来宾係福喜來嘅好朋友，咩係我嘅偶像王子賢分享。Hello， 所有福喜來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王子賢阿群妹。哎呀，好久不見了，子軒哥。有很久嘛？哎，好久。蠻久的，挺久誒。啊，唔過大家對子軒哥聽錯當初是出大家嘅音樂以外，其實大家當然啲嘅看福喜來咧，多啲嘅聽子軒哥的音樂。凍火糖。對，因為呢片頭的音樂，還有所有的片尾呀，規個音樂全部就係子軒哥製造嘅。動用權有了只機會有做福喜來的片頭，還有這個片尾，我覺得每次接到這個任務，我都覺得很開心。真的哈，而且其實呀，各位已經用動久誒，千多年嘞啊，一直在改版，然後用某種用嘅風格同大家見面，也就係來自才子之手。故時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嘅也發通，就係子軒哥你要不要再個同大家來見面呢？這個舊城派對，對不對？因為以前的時節體育擺辦啲球場派對的時節是有一隻想法，當年就在辦一隻安陽的法通、任務的法通。要到想法很，其實我覺得壓力蠻大。壓力蠻大，不要亂承諾。不小心承諾了。對。故時我要他經營辦呢，我踢失敗。啊，經驗係踢失敗來辦，不過其實你未有一點進步，因為當年呢，你做的事情是冇強用，從體育擺係你到拍攝少年，兩團強下的表演，聽一年的時間，剛好碰到我10週年的生涯出道，所以做了一個10週年演唱會，拉到 Live House，還有走買售票，第3年的時間。後來是疫情結束嘞，我們覺得我們來把它變成小型音樂季，2天開始有2天了，到孔廟去做了2天的演出，有客家的，然後也有一些國外的，還有一些在獨立樂團裡面大家蠻喜歡。今年 NEU 孔台來辦變成12個音樂人，然後3個舞台。哇，3個舞台，因為頭擺大家對音樂規可能就會想講係一個舞台，然後或者是一個空間，啊唔過要不係3個空間。那這樣我會來不及看呢。唔係，因為你禮拜的想法是，你的球場區，我們的舊城區哦，其實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遊樂園，把我們的新竹的舊城區當成一個遊樂園，又散在舞台在遊樂園裡面，所以呢，我們也把這個時間錯落好。所以你看完第一組音樂人的時候呢，慢慢的散步，走個可能不到100公尺到下一個舞台，對，去看第2組表演。然後在下一組的時候，可能又再慢慢散步去第3個舞台看第3個表演。還有走動鬥誒，邀請很多市集一起參與，所以唔但強你走在款表演，還走在咧翁市集。對，我說都精彩，因為呀3個素菜，等於講你要用2日的時間，禮拜六、禮拜日，有閒的時間就做在過去嘅片，去感受嘅片的氛圍，而且看到呀海報上面就會看到有3個素菜，然後感覺整體風格就會愛本大家享受規個舊城的感覺，對不對？其實阿 Kim 我已經看了，你禮拜主題係嘛？你覺得這裡面最多出現的是什麼？兩把吉他，不是樂器，其實是貢丸好可愛哦！所以我們這一次呢，把所有的這些聽團仔哦，都把它化身為新竹貢丸。那我覺得我們新竹很多人來新竹的時候呢，一開始很多那種年輕人來新竹說新竹啊，美食沙漠，沒東西好吃。真的嗎？然後都會一直酸我們啊，所以我們這次 slogan 就是說，我們這些聽團仔把美食的爭議放一邊，來聽表演這樣。但是新竹的貢丸就是好吃嘛，這毫無疑問的，全世界都知道。對啊，所以 Annie 繞 H 都新竹貢丸把它變成所有的這個聽團仔，我們都叫他們的聽團貢丸仔。
都把它变成听团共玩糖团公演呢，公演呢，糖团公演呢，好可爱，糖团公演呢。然后有很多吉祥物啊，其实都可以感觉到我们新竹的尤其这个旧城区的一个样子。然后很重要的动重摇嘿，因为你是由客家出发嘛，对，客家出发。让其他的国家、让其他的族群来交朋友，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客家音乐人，当然我主办的一定是少不了。不过其实还有动盛起的合作，其实是一个蛮多跨国的合作。冇錯，有動精彩內容，等下都會全部同大家來小結。不過也三個表演的素材，其實有一些的冇共用，也跟我們印象當中表演的重提一種。我嘛该相同，对不对？东门市场当然是我们其实了解是子轩哥的大本营，也给几梯。其实最大舞台是你新竹的影像博物馆前面的广场，在外面对外面的广场，其实大概可以容纳将近1000个人。如果真的大家站很挤的话，可以塞到1000个人。那可是这个舞台离东门市场的东门 Recognize 其实美动区，移到东门市场去逛一逛、走一走、去看表演，其实很近。再走一段路。就走到这个或者新洲屋，或者新洲屋，我记得记迄个 Q A 建筑 ，Q A 屋诶，就是有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日本时代的百货公司，现在又重新翻新了。迪度亚那边都很文青，然后其实它个可能唔低呀，叫素材类，你看一下亚胸片，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建筑。那它是办在个沃度吗？对，沃度地北度里面的话呢，因为它里面空间其实很大。所以呢，其实市集也会在这里面。现在这个就是看到会是舞台的位置，这也将近可以容纳100多个人。所以买票来的观众基本上他可以在这3个舞台随意穿梭，有手环，然后就随意穿梭，然后来看你喜欢的表演。其实你不一定全部都要看嘛，那有时候你可能看了1、2个你喜欢的团，你就可以花时间去逛街走一走。但讲嘿，N D 的市集走得 on， 你们走得去 on 东门市场其他的地方，因为走得去城隍庙行聊聊，其实都动圈，Q 上去其实往街起来，其实从城隍庙走到我们东门市场也不过就1公里内的事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值得大家去探索。有，我印象当中，我头摆因为我没有历年嘛，我大概段考结束，高中的时间段考结束，我就会抽复查去新竹，因为没有历就是那个时候还在念书的时候，你要来新竹，我嘛该好红的，但是新竹就有百货公司，公司没有哩冇，故说我就不会去新竹，我就记得因为就冇交通工具嘛，故说我就真嘅去行路，去行贵嘅新竹嘅条素材，对啊，不过他也讲迄点都冇嘛该计费，按用自家去行路去，自家去按用慢慢的探索的感觉，故说我只有透过按用嘅计费，真嘅做得本太家去听音乐，好好有时间去按用行啊，做得乡书音乐又做得可能有一点市集呀，还有老城区的也得点美做得好哦。其实也还没都冇共用的，错冇。係因為你下 Q 上去。用辦安尼講新竹的市區叫做 Q 上去舊城區，因為有新的市區出來了，有新的市區，然後所以我們都會稱為這個以前就以前常會逛的這個城隍廟或火車站附近 ，N.C. Henry 舊城區。對。但是而且現在逛街的人就變很少了，有一點沒落了。真的。所以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想要在舊城區辦活動，就是。Make 新竹 great again。在課文太家想起來要找素材，就像剛剛員工的那個或者新洲，我覺得吉妹係一個親後的一個範例，對不對？就像他把之前的舊的建築重新整理過後，本太家再個看到佢親講嘅用誒。那這次跟或者的合作，其實我知道沒係 ETP， 大家可能對或者這個團隊冇意了解，子軒哥妹同太家來小結一下。或者就是記得會挑假編歌，其實之前有來過安尼福氣落來上節目嘛，佢會對安尼 Q 上去的新竹嘅文化動有熱情的一個前輩，所以差不多幾年前愛在新竹走一條法通的時間，這編歌就看我這樣做，然後我們就會認識，他就在上一次的舊城派對就說，我們有沒有機會？下次呢 ，Annie 的川垂或者團隊呢，跟你的舊城派對，我們可以來一起合作。因為或者團隊其實包含了書店、旅館、餐飲，
还有很多的包括一些食物的品牌，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可以互补。那我觉得我也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从这个 Ben 哥这个前辈身上也学到很多，就是有时候你投入一个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不见得一定要有什么回馈，但是你去做它的时候，其实在别人的眼中看到你的时候，其实你是那是真正有在做事的时刻。所以后来礼拜你今年我走球场排水，我就说 Ben 哥，我们要改变时间，我们改到春天了。我们不要在冬天办，对，冬天让大家来逛街。其实讲好，你穿腿穷下走的让你穷下来走，所以我们就这次一起合作，所以包括市集的品牌，包括市集的打理，对，然后再或者这个团队，他们都一起协助我们很多。没错，其实或者呀，团队经营都有质感啊，应该做得安尼讲。故说要规个发通经营本人同期待，还有当内容同大家来分享先。其实下等下再个进来。哇，大家刚刚看到的样片啊，就是下礼拜六、礼拜日呀，我们的子轩哥给他的举办的呀秋城派对，下摆哦有无可用的同他来见面呢？有三位重提啊，刚刚看到还有动作嘅表演咋？子轩哥同他也来小解一下。了排你了在球场排队有新年主改表演杂，因为本2日对不对？2日因为有六杀，3杀舞台一杀舞台是有2杀，最重要的。当然是翁子谦到3品款，最重要。自己的乐团主办者还有浅提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乐团浅提，听团仔应该都ทั้ง团公演的应该都底，常常千人完售的这个浅提啦、守夜人啦，还有这个去年金曲奖有入围最佳新人的周迅，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入围过很多次葛莱美奖的泥滩地浪人。每次讲他们名字很绕口。泥滩地浪人。泥滩地浪人 The Marty Basim Rambler。係外國人。組嘅團。在台灣記得組嘅樂團叫做 Junkie Band，他們就會用一些很美國民謠樂器，藍調會用的那個什麼洗衣板小喇叭或是一些很復古的樂器，然後每次他們的場合就是大家都會跳舞。他们的演出很精彩，当然还有这次有几个 DJ，很精彩，像比如说去年纳多金 Q 中最佳让走专辑给校琴，然后还有这个金属石马，然后还有大家很喜欢的这个5月海豚刑警的主唱，他也是 DJ，然后还有一位这是日本请来的，他叫 Nami， 那。可以再值得一提的是 ，Nami 的这个团队里面，其实他这次来还有另外一个 artist 叫做爱 Kakihira。那爱 Kakihira 讲 Samo 很酷的，玩电子音乐的。那他跟我们的缘分是在哪？他在差不多2年前的时间，记到 Andy 他跟歌手王宗伟又下周在这个福冈这个密岛在一起写了一首歌，是客家跟日本。我有看到嘅 MV， 我一看到我想彈嘅熒光，我想講，又係客家話，對呢，又係客家話，王宗偉嘅客家歌，不過嘅熒光怎麼還會搭配日文，然後音樂好迷幻，但是它又是一個很舒服、很 chill 嘅嗰種感覺。其實當時係一開始你係了解 co-write day， 了解平台，你其實有一些朋友就來詢問有沒有可以值得推薦的音樂人，後來他們很想找饒舌歌手。然後後來我們就推薦了這個宗偉，去這個 co-write day。那他們非常喜歡宗偉的音樂，然後覺得說客家話、客家話、
了解文法，了解语言对，记到落去讲动性声，没有听过哎，没有尝试过，所以记到第一摆合作的时阵，我一条日本话，然后客家话共下来合作，共下来写的歌曲的时阵，他们对产出的这个作品其实也很惊艳，所以最近其实记到在总州的时阵又拍一家纪录片哦，真的，然后有拍摄下来，然后最近其实在台湾跟日本两地的 live house 都有办活动在交流，就是让日本人也看看台湾的客家的文化，日本人台湾人也可以看到说哦，原来日本跟客家音乐它其实有这么大的潜力。对，所以在这次旧城派对，我说我们要再次把这一个演出这个组合再现，所以是绕墙去掉了 any 新竹改 Q 昌派对，然后来表演。我觉得旧城派对呢，其实它就某种可以提供大家一些新的视野，观点，就是说。在很多的音乐季啊，你会看到很多那种你喜欢的乐团，很知名的乐团，对，大型乐团。但是在旧人派对，可能不见得我们都会推出这样的乐团给你，但是我们推出的可能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风格。大家可能会透过人家的认识无共样音乐风格，也係講無共樣類型嘅樂團。比如講，我記得頭前子軒哥妹有同到其他國家外國嘅亞洲樂手或者是樂團家的共好來合作。比如講之前有跟印尼的。有跟泰國的，對不對？同其他的都有合作。這種時人嘅粉絲還講有參加你的，有聽你的音樂嘅人家的嘅回饋是什麼？他們是不是也覺得哦很意外，做對發現到亞洲樂團？從2年前，你在孔廟的時間，又要繞牆一家泰國嘅樂團，泰國樂團叫 Four Trio。對。那 Four Trio 那時候來台灣的時候，其實台灣沒什麼人認識他們。嗰陣時其實台灣還冇按到泰國的樂團，最近還比較多一點。最近開始有這個，大家覺得很有趣。像我那時候有一些本來是我們的聽眾，他本來沒有聽過這個團，後來他們說他們自己買飛機票去泰國看他們表演。哇！對啊，我都聽到哇，真的那。表示是真的有愛到哎。對啊，因為他們表演就很有趣，從那款從差不多幾年前開始，那是因為台東都東南亞嘅樂團，我也是在想說，怎麼樣有一個機會，然後把比如說像我提供一個舞台啊，讓這個交流的機會能夠在這個舞台上呈現，所以其實倆今年在做動作的事情係，在出國其實係一款動作的冇強人的表演，尤其是比較小型的。Live House 的可能就像台灣的這些媒體，包括連獨立音樂的媒體都不一定會注意的。哦。那我會去聽，然後甚至是去看看他們演出的那個能量，然後是不是有機會，我就邀請他們來我的家鄉演出。我每次跟他們介紹我的家鄉，他說哦新竹，我也是新竹，哪裡是新竹？我說哦，他們知道台中，知道高雄，然後甚至有知道台北、台中、高雄。他說哦，說 between。台北 and 台中，然後再講一個哦 TSMC City，我說哦 TSMC 要你 know，講到這個泰嘎就敵耶。對，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要去交朋友，然後慢慢的我其實也希望就是有機會應該咪做啲to ND 才台灣嘅團體樂團做啲去共嘅表演，對啊，我們就可以真的是一個交流，不見得一定要每個人都好像很紅，你要票房很好才能做到視野的開拓，但是我覺得有一些小型的表演也是很棒的。就係會有無區用嘅音樂體系做咧同大家來分享。故說將會期盼安陽2日，韓國其實時間一衝，對2點就開始，下晝頭2點就開始，一直衝到暗晡頭7點，可能會喊較多。可以休息一下，DJ 放歌的時候，反正放歌可以去逛街。對，但是我就覺得也係咧挺享受嘅嗰種感覺。現在台灣嘅音樂音樂季、音樂季，其實有當到種無區用嘅形式。無共用嘅體系啊，也Q 賞派對做對講算係新竹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因為我們在以前我們比較少民間自己舉辦的。對。那我覺得從我開始有一個蠻重要動重點的係，因為我係一家客家音樂人嘛。其實呢個客家音樂文化，然後主流嘅文化，其實有當到機會去做集群啊。所以當到主流嘅音樂字，其實記到我要唱客家artist 的歌曲，其實也動困難的，因為他們第一個都要去聽，就是看說哦，那你有沒有票房啊？你的票房，你的受眾是不是很大？他們才會有作為邀請的參考。如果
假使讲安用因，安尼是少了动作机会，本安尼的客家进口本汉娜都已经走在糖豆，所以我们举办这样子旧城派对的音乐节，其实我觉得就默默的把我们的文化去跟大家一起比较啊，去像有时候会办原住民跟客家的2种音乐族群文化放在一起，其实维持都讲，安尼客家的文化唔会输。啊，撇啥个族群改进哦，绝对唔会输。韩国亚白眼看到嘅价钱啊，觉得哇，这影黑太划算了。我客家佛啊，很划算诶，讲遐算了又几划算。亚白最大嘅票係500Q。你2三銀、4三銀賣最大1三銀是500Q。500Q， 1三銀賣咪600Q。2億500Q。500Q。这比去游乐园的票价还要便宜。而且500块500Q 含送周边商品的 T 恤啊，很棒哎！周边商品大家作为同泰尔的后收业，所以就有各种不同的套票，对，各种不同的价格，但是很划算。就是你只要来，你就觉得你真的是赚到，因为你看 T 恤，你平常去外面买一件就500-600，对啊，你这次可以看12个团，还有折价券。你说去市集的折价券，对，还有市集的折价券，然后还有 T 恤1件。嘿，你哪片买票？其实上名咧亲旧城派对，然后找 Klook 唯一售票线上的唯一对唯一的指定单位就在 Klook， 所以在 Klook 你就可以搜寻到我们这个旧城派2025旧城派对。唔错，故说分享大家呀，礼拜6、礼拜日了，真今做在落去行做行聊聊，记得我哋买票好好支持一下，还有多多大礼包我送俾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下这个再来同大家小叫。好，欢迎大家真到福起来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禮拜6、禮拜日大家做的戲搞戲料的素材，就係呀，子軒哥舉舉辦的舊城派對呀，算係有2日啊時間同對下晝頭開始，一直到暗晡頭都有表演好看，實習好哦，啊輕鬆有嘅係大家來好好來支持，來去呀這個Klook來買票，啊買票還會有呀有周邊的商品呀，來同子軒哥同大家來。下家有講到 T 恤對不對？哦，韓國有蠻愛。因為禮拜你賣票是送一份你的限定的周邊商品，就是這個 T 恤。那這次這個 T 恤，像我們以前出的都每一次都是限定的嘛，像之前出那個台尬猴的 T 恤，然後之前有毛巾。禮拜你也又走一家實青師，我們就發現說舊城區，對啊，有很多這個繡學號的地方，然後或者是有賣這個叫做繡章。然後那個繡章其實也蠻容易，就是它是用那種布電繡的去繡成一個像徽章這樣子，然後你只要拿熨斗啊，你就燙在那個衣服上，加熱它就會燙在衣服上。都蛋糕啊，好可愛哦！所以你要把 Annie 走了，就我們每個人都給它取一個名字，像這一組這個就叫聽團貢丸仔，哦，這2個聽團的貢丸仔。聽團貢丸仔要2哎，還有2張，然後還有這個呢，因為它是一個鼓手嘛，然後它是個貢丸，所以它就叫丸之內鼓王。丸之內鼓王。丸之內。好可愛哦！那像這個天鵝啊，它其實上面那個是一個天鵝，在站在那個 DJ 台。那明明就是一隻雞。它是天鵝，它只是脖子比較短。然後，但是它其實又看起來很像一個讚，所以它的名字叫做讚天鵝。讚天鵝，好可愛哦！呀，這是誰？這是因為我們新竹最近動物園有那個草泥馬，所以我們就對，我們就叫它又做一個雲，所以就叫它草泥馬雲。好可愛哦！古手鴨是隨機送嗎？就你現場來的時候領取這個周邊商品的時候，你可以就自己選一份你要的啊，寫你家你好總爺，還有像剛剛還有我們的這個主視覺的 logo， 對，舊城派對。那你可以在現場呢就完成這個燙印的動作。啊，現場有熨斗？有，我們現場有廠商贊助的這個熨斗呢，讓大家在旁邊可以 DIY， 很棒。如果呢你覺得不夠的話呢，你還可以在旁邊再增加去多買其他的這個袖章，可以收集起全部，然後給運送。你們走在帶你乞丐善服，然後你就現場脫下來了，自己在那燙印，我們也 OK 的，這樣很棒哎，對啊，好有趣哦。就讓你在家除了來有一個 T 恤，以前周邊商品那個 T 恤就是你自己買回來就穿着嘛，那這次你自己可以決定這個燙章的位置啊，你可以
变成一个项链啊，可以变成那个手臂上面，对啊，也可以腰际上啊，都可以。就这次就是让大家多一个 DIY 的动作啦。然后其实也因为票价也很便宜，对，然后。彭选美动作好翁好高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来多花一点时间在这市集走一走。我们超正经就会希望大家去搞希望大家好好的去玩。鼓手今日節目當中也有唱到子軒哥來到節目當中，當然會去卡拉 OK 就來問一下佢大家唔知嘅事情哦。對於子軒哥大家唔知嘅事情。第一題好了，算简单，也算是快问快答，不用很快，没关系，还好，算是本台嘎亚礼拜这个周末的建议好了，说出你觉得糖团听团仔必须要准备的3样东西。哦，其实因为大家是春天的时间嘛，所以我觉得春天的时候呢，我觉得啦，不同季节建议不一样。听团仔如果夏天的时候，我一定是建议你一定要带毛巾，对不对？带水、毛巾，还有啤酒。但是春天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随身带一个小凳子。哦，那个小凳子就是你知道，像那个打宝可梦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你有小孩的时候，你会带小孩去排那个机台打宝可梦。大家说打蒙的那个折叠椅有没有？你随身带那个，因为你脚酸的时候，随时可以坐下来。折叠椅，这么实际。对，折叠椅还有吗？然后我觉得春天的话，其实建议大家就是多带一个雨伞在身上啦。对，有时候突然就是飘一点。对啊，小雨。但是我最建议最实际的就是多带一点钱在身上。没错，因为我们有市集嘛，这个市集有这个或者他协助举办的鼓手有懂都非常车带大开嘎去老卖给呀摊位，对不对？而且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赞助商。因为两百动斗的 N A 合作，为什么这次票价可以这么便宜？因为这个旧城派对有点像大家一起。出钱出力来做成的这个音乐节，所以有很多我们的赞助的厂商们，他也会提供他们的产品在现场给大家试用啦，或者是提供很优惠的价格啦，就欢迎大家来这边寻宝。真嘅，清真的清好。韩国我上热門嘅下一題係因為。我们算是去行做了老了嘛，对不对？6日2天的时间，也下组头开始都安补呀有闲哦。其他时间做得做嘛干，我们请子軒哥来分享1日聽團行程。其實你碰順哦，Q 上去其實碰順有動到 U bike。所以假使講你真緊糖團糖到動。不知道摸嘎摸沙嘞，你就觉得我现在需要去透透气。对，早上，对，你就来骑 U bike， 你可以从这边甚至骑到动物园，骑到新竹公园，或者是去骑到新竹有很多公园嘛。假使講你土聲音，新竹動都有本聲音搞的公園，像我们的中央公園，或者是新竹的动物園，或者是我们新竹最知名的地標巨城购物中心都是很值得去。但是去巨城要记得出来，因为很容易就会出不来，因为很好买。记得要转来糖饮哦。记得不要把钱都在里面花光，拿出来用，来翁盖。然后其实整个旧城区也没有很大啦，有很多旧街道，包括在旁边的东门市场这几年如果你曾经来过或是没有来过的，都欢迎你再来探索这边的美食。然后在或者新洲屋，其实当天他们的市集，包括他们自己过去一起合作的品牌，也都很精彩。所以我觉得花一点时间，可能我觉得你没什么时间，因为对呀，对啊，想一想好像有点不太够你去早上去公园拉筋就可以过来，6點就會烘蟲湊差，最近是湊佛差、湊客運來獨棟群，因為推杯湊佛差，你要是坐到快車，可能50幾分鐘就到了。然後客運的話就看看運氣啦，這樣。做得咯講到呀，這個新竹菜梯的呀新住民，子軒哥同他的分享，伊咧你知道青紅色的米色不要講店名，講幾個東西。這樣哦，其實一家凍簡單的東西，其實係凍到因為到新竹市，我覺得最沒有雷的，就是新竹的乾麵跟咕啦肉湯。每个地方都冇用药。对，新竹的干面，我觉得如果在这个城区内，像我东门市场后面就有一间，那我觉得那边你去吃那个面应该蛮特别，然后比较不会像很多人说新竹美食觉得雷是觉得贵啦。
没办法，我们新竹科技城市，我们就是贵嘛。但是 great， 但是我觉得干面不会让你失望，然后还有当然贡丸就不用说了，贡丸也是我还是很推的。那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小东西啦。从 any 我们说闽南语讲荤肠，其实在那个 any 信部记得有蚬葱啊，盐葱。我知道蚬葱粉红色。对，可是没有，我们新竹的不是粉红色。真的吗？我们新竹的是咖啡色的。咖啡色。而且跟信部改毛孔绒，它吃起来会更粉、更水一点点，很像水烟肠。它有一个水啊，真的。比天板还老远。从 any 信部好扎实，对，新竹起来没安用它口感是比较带有一点透明的感觉的。哦，公公啊，讲的东东的，都是都有的，都像迄些东西旺旺老老啊。啊，不过也轻松有个是呀 Q 场派对，上黑子轩哥有一摆因为某些年就想到讲我要来举办这样子的音乐节，而且我想会当年来办。其实。呀，真嘅係一件輕無簡單的事情。係啊，大擺我時間我多的時間就很後悔，說為什麼我要做這種承諾？很焦慮，對。對啊，可是當這個成果慢慢的展現，而且你就會發現，其實我覺得最感動的是你每次去跟很多身邊的夥伴，開始說我們要做這樣子的討論的時候，也很多人會進來助我們一臂之力。就像我剛剛講的，或者的團隊，或者是這次協力的設計師，或者在硬體的這些新竹在地的，還有市級的夥伴們，他們都會把這個事情也當成自己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也是在這裡面也受到很多的感動。還有爸爸媽媽沒黑啊？哦，真的，要爸爸媽媽大白就會去現場。他們買的票可能比其他人都還要多。真的。哎呀，我有一次偷偷回家，看到我媽媽在 call 那個親戚來看，那個子軒啊，舊城派對啊，我都要好講，他一個一個這樣打電話，一直在打，然後我就覺得當下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為什麼我不是一個立刻完售的音樂節呢？讓媽媽這樣。這麼辛苦的要一直去拜託自己的朋友來參與這個活動，那我就會覺得我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好，才不會辜負我們身邊所有的人，大家一起的努力這樣子。很棒，因為其實也係一個動態的夢想，用一張有辦法分一張素材，當年度一個專屬於自己的一個音樂季，這個就是對啊，就是這個事情的重要，就是我們這些舊城區長大的人，其實我們在意的是，因為這個地方它經歷過一些沒落了，然後我們一直很希望，就像阿 Q 妹講的，以前年輕的時候，高中下課的時候，大家都會去城區逛街、翁蓋那種活力。讓他再回來一次，所以就像川普講 ，Make 新竹 great again。我們謝謝川普子軒，同大家來分享。故說呀，禮拜六、禮拜日分享大家聽說要去新竹了，記得要去可魯克買票哦。謝謝子軒哥來節目當中。希望大家我來了哦。新夢咩什麼天時機頭前觀眾朋友嘅舒緩休息一下，停停欣賞，跳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